好多嘅痛症都係同頸有關，好似頸源性嘅頭痛咁，因為腦部同頭部嘅血都係由頸部3條動脈供應嘅，條頸唔好，血就唔流通啦，影響整個血液循環系統，導致腦部血氣不足，出現頭暈、精神唔集中、眼矇同埋失眠嘅問題。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好保護條頸，而最好嘅預防措施就係正確嘅姿勢。平時咪做低頭族，無論睇電話或用電腦，都要確保視線向正前方。正所謂水海不足百病生，健頸操可以幫到你。第一步，依起排牙，依出聲，下顎推前，依。第二步，將下顎向上。最後一步，將條拉力帶放喺條頸後邊，引頸向後鬥力，依牙鬆降，老牛聲。除咗可以做健頸操，仲可以喺痛點按壓1-2分鐘，每日2至3次已經會好好多㗎喇。